资深记者也透露，伊能静跟庾澄庆交往时被百般刁难，后来生下一子小哈利，情况也没改变，才会导致婚姻破裂收场。而伊能静近期上节目《鲁豫有约一日行》时，也透露前一段感情她应该要很有安全感，但她没有把自己修炼好，因为她还在原生家庭的伤痛中，跟她妈妈都还没和解，才会让自己智慧不足，没能够好好处理。不过，这段谈话却被外界解读成是与庾澄庆的婚变主因，引起不少风波。对此，伊能静气的在微博澄清，直说她内心用她所有会骂的脏话问候这些看着视频还能撒谎的大号和媒体。她谈的不是婚变原因，是当下情感的心路解读，不是谈论过去的感情。谈论的都是她现任老公秦昊，希望媒体不要断章取义、睁眼说瞎话，更强调她本人没有任何指导其他人，以往不会，未来也不会，目前也已找律师取证，若不删除一律提告。